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客家风情，去年等省中日报记者赖碧琴以客家人的身份，多年来走访马六甲，寻找并且记录马六甲客家人奋斗打拼所留下来的足迹。马六甲係馬來西亞著名嘅文化古城，老重要港口，位在於馬六甲海峽東岸南端嘅平原蛋糕，交通嚟太平洋、老印度洋之間嘅航道，在航海歷史蛋糕佔據了重要嘅位置。市區無人查嘅鬧熱城，年代久遠嘅中式嘅建築，葡萄牙式嘅村落，荷蘭嘅風式嘅牆壁，反映了馬六甲多種民族嘅人文特色。明朝航海家倉佛700下西洋，新年1465年來到了馬六甲，從此開啟了華人移民到馬六甲嘅大門，使得馬六甲成為今本日東南亞地區當中華人佔當地人口比例最高嘅所在。假使冇華人新權開發，就冇今本日嘅馬六甲，而客家人就會華人開拓馬六甲嘅先鋒。馬來亞華人啊，在馬六甲係最早由中國到來馬六甲嘅，大約係1400年前啊，就係咩？就係1400，大約嘅時代到馬六甲來，咁麼嘅時候係就係政府散步帶來一齊來馬六甲嘅，發展到見下咧。馬來亞華人啊，在經濟方面都有一定嘅成就，不過見下可以發展落去嘅，因為面對世界越來越競爭嘅社會啊，除了工業就係旅遊業，我哋都十分注重。所以馬六甲來講，係就係歷史嘅城市，亦好有歷史嘅價值。除了工業，見下佢哋都全面去發展旅遊業。馬六甲河係當年倉佛船水登陸馬六甲必經之地，也係華人到馬六甲發展嘅起點。省中日報嘅記者賴碧琴講，現代馬六甲河一帶曾經有一度嘅華人經營各式各樣嘅店面。喺當年環境不斷嘅改變，一度人氣事物做前才改變。身為記者嘅佢，一直想要努力嚟尋馬六甲失落嘅客家身份面貌。客家會找我，可能因為我是記者啦，然後我覺得義不容辭，因為我一向來其實都在搜尋或者報道馬六甲的歷史的故事。那麼有一天忽然說，來講馬六甲的客家人，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啊。然後我就義不容辭，幾乎想都沒想就接了，這樣子。然後做了之後，我發現。其實馬六甲有很多客家人，然後很多東西都跟客家人很有關係。
比如说街里的庙，然后街里的老行业，其实很多是客家人在做。呢條古老嘅行業漸漸慢慢嘅消失，我哋現代行嘅地度不斷傳來嘅聲音，終於簽到咧，以下只有剩下一點嘅大鐵店。老闆，你開箱啊？香港，你叫我開來街買呢個價？我喺半支實出書嘅。呢度開咧？啊？呢度開咧？嘢機站開嘅咯。那條塊嘢機實台燒大隻靚喎。啊，我罐嘅燒刀件啊。那即係要巡下嘅喎。冇咯，我拉唔可以做咯，刀就係開機站開嘅。那你條塊而家你打鐵先，條塊凍到你雞會見呢度見大嘅。呢邊啊要絲件嘅，一條雞要絲件，其他全用件，見做見望見你啦。那你買上飯冇？冇上飯咯，叫咩人用燒咯，整副罐我咧仲，哎呀拉咁嘛都冇幾好，如果唔可以放嚟，可能硬整副要兩隻，留呢款我咧仲。那你還會打幾條？嘢啊，可能係可以多幾條咩？多幾條咯，最多5元啊、10元啊，冇多。哎，可以少個煤炭，裡面少煤炭。咩？一攤落咧，一個柴攤落咧。啊，這麼少柴攤啊？柴攤要燒嘢鐵桶啊。係啊，要可以出貨啊，真有燒嘢鐵真有。哎，台灣咧燒嘅喺煤炭來燒啊！哦，而家煤炭好難賣喎，去前煤炭要難要貴，燒嘢嘅柴炭較便宜用。香港打鐵店嘅興起，最早係為麻茶、牛茶打錯太鐵、茶鏈鐵嘅，辛辛苦苦、靠打1年，數年係越來越緊，生意卻係越來越差咧。楊家兩兄弟從細係聽到阿爸來學打拍鐵，除了各種嘅興味，但係大部分係嚟做神廟用嘅甜點。50多年了。我小小都做了啊，小小都做了。呢度推咧，呢度推。我把小方做到見咯，我把一代，我第2代了咯。哦。第3代沒有人接。我像你條牌，像我做個白鐵啊，哈，大概拍鐵咧，要做2年，要做師傅啊。哦，做師傅啊，你嘅好簡單的啦，沒有什麼秘訣的啦，冇乜秘訣，好容易的啦，主要會錘會打的咧。啊。現在買嘅東西很多嘛。冇啦，冇咁多啦。我到現在是唔合潮流嘅咯，是嘛用 plastic 嘅咯，用 plastic 嘅冇辦法用嘅。那現在也下一代就永遠要嗰個接冇㗎喎。冇咁接咯，冇咁接。那你準備要做，還要做幾久啊？冇啦，做啦，老人唔有做嘅咯，做咯。普通像人咩條牌該做拍鐵嘅啊，做拍鐵客家人都做得多還是？客家人多啊，客家人，唔係太公人多，又要潮州人啦，要廣府人啦，要，其他都是太公人啦。那像拍鐵嘅個天燈啊，做咗天燈時間要幾久啊？天燈啊，可能差唔多7、8年啊，7、8天啦，啊。那你做天燈，現在買天燈嘅人多冇？買天燈啊，都是神廟啦，神廟啊，神廟聖誕啊、生日啊，就應該買天燈咯。
在大铁街、马六甲路街还有一条豆腐街。不过豆腐街嘅客家人並唔係做豆腐嘅，而係做布料、做衫褲嘅。就在呢條嘅狀態嘅，出去要40幾年咯。舊陣時咧，呢邊實咗好多洋服店，一條就我做嗰啲涼，就可以用漿糊嚟燙咯。用唔晒啲漿糊就倒喺龍江邊，就變咗膠拍拍，好似豆腐咯。過後就差唔多70年代嘅時候就靠流行嘅嗰個功夫劍法，就漿糊嘅啲冇買就喊咯，就改咗喊豆腐咯，就改咗喊豆腐機咯，歷史就係咁來嘅。客家人啊，我阿爸都做過賣布嘅。做到賣布嘅咯，賣洋貨嘅，聽有啲講，有好多做大劈咧，大拍劈咧，還有就是因為用靠特別咧，馬六甲靠特別咧，就係做冬店嘅，馬六甲做冬店嘅，差唔多都係客家人。香港以傳統手工業嘅沒落，當鋪、銀泰嘅風勢係境外嘅仍然矚目。香港當年客家人經營當鋪嘅生意係相當嘅成功，但係雖然結存下嚟幾件，但係當鋪嘅生意唔單止老華人做，也老馬來人同印度人做，生意係勉強過得去。我記得幾十年前係祖宗傳下來嘅。祖宗傳下來咯。哦，咁可能人家東西係台灣嘛，台灣東西都係流去咯，係有啲當一樣啊。唔咩，也係唔咩見他當，也係數字互動，數字互動。喺台灣當掉下來係嘛？見他冇乜嘅當咯，見他嘅到東西啊，後手下嚟當。橋牌要當腳叉，要當嘅馬來人嘅羅布，還有好多東西啦都要當。見一塊嘅馬來人尖鋪喺度有當，將間當嘅就劍氣嘅當。來當鋪乜都係台灣係乜雞嘢喺度30年，唔咩講數字乜嘅10年啦。30年啦，印度人、馬來人同30年。在馬來西亞嘅馬六甲，潛同客家人相關嘅事會並冇困難，因為客家人雖然係蠻難打拼，但係客家文化就從係祖傳嘅財產供養，睇到客家人才去享樂嘅。馬六甲偏沿就係前導以傳統嘅方法建造嘅客家土屋，雖然規模並冇大，但係抽屜器材同中促對稱嘅鐵石，完全係家鄉嘅範本。客家人向前行，為馬六甲寫歷史廣告之後，繼續為介紹。因為看過《神州日報》記者賴碧清嘅客家土屋嘅報道，馬六甲客屬公會嘅會長劉伯謙對於能夠親自來拜訪土屋相當嘅期待。擁有60年歷史嘅中家土屋已經變成了馬六甲嘅太古洞。土屋外樹立等祈求春日平安嘅神案，3台同堂仍然係神佛啲倆人。雖然佢並冇百年土樓嘅大規模，但係對稱嘅結構。正面外上冇充滿嘅鐵石，完全係按你對客家民間嘅第一印象。這屋子建在一個郊園裡面，就是他的祖先是客人，然後他父親，他屋主現在跟我說，他當年是他跟他的父親看着他父親請建屋的師傅來做的，然後是中國鄉下請來的師傅，他要建的屋子像中國鄉下一樣。我不知道他鄉下是
哪里？等一下我们可以问一下。然后它这个屋子让我很感动的是，一进去就是石头，然后泥土，然后再出来一看，它整个建筑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都完完整整，就是中轴对称，然后土房子防御性很强，所以它你看前面是没有窗口，然后里面的窗口也很少，而且开得很小很高，然后它向里面是宽的，洞口是小的这样子，然后中轴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中轴线上，这是传统的屋子的建筑的设计。这里也一样，它的祖先神位啊、拜的神像啊，都在中轴线上。你一进去，可是它这个不深，所以它是很浅的，所以它一进去是一个天井，然后就他们家人聚会的地方，或者是活动的地方，他们吃饭在那边，他们祭拜祖先在那边，所以平日的生活也在那边这样子，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在中轴线上，你一进门的地方。屠户嘅大門面向東南方，門向下頂銅殼，人們就以嘅用石頭做成嘅天井，看到天井就更加覺得親切。比起上市嘅高樓洋房，屠户嘅圖像同天井樸實又自然。客家人來到馬來西亞嘅馬六甲苗城，客家屠戶也本嚟到漂流嘅客家人帶到嚟馬六甲來。馬六甲做用土嚟做屋嘅，我看你係好少見嘅啦，因為荷蘭嘅時代已經係用磚條嚟做屋嘅，馬六甲市區都係磚條嘅屋。還用人用土，而且沒好久啊，幾十年啫，好難得啦，要留到很看得到人間屋。當初建造呢間屠戶嘅主人已經過身，留下來嘅屠戶皮膚等子孫，遇到外出工作求學嘅家人，就前會想再轉來老屋來帶。呢間屋啊，你係從細厝到大啦。你出去做工有時要轉來啦，你好想念呢個地方啦，呢個老屋啦，有時也不是水啊，唔是去風山嘛，嗰種唔是啦，係好涼、好舒服嘅感覺啦。東岸嘅塘河始終維持寬闊嘅空間，就係家人起飛或者係祭拜嘅重要地方。塘正中央有一個土所做嘅坑，係作為幫祖先牌位嘅神座。坐下就係服侍天主神，這個很好玩。我當初也問他們，為什麼不放桌子，而是一個炕？那他說以前都窮啊，沒有錢買桌子啊，或者覺得反正都做土了，就用泥土做了一個台這樣子，所以就變成神台了。在太陽嘅亮蛋糕，屋主在起屋嘅時間就將紅布、桐樹、老米和掛上去，佢哋分別代表不同嘅意思。這房子很古老，它不只是建造方式很古老，它的建築的儀式也有遵照古老的。比如說，你看它上面有吊米啊、紅布啊、桐樹，大概就是傳統的意思啦，就是吉祥、辟邪。比如說紅布，你上梁咯，你放兩條棍啊，你就放你紅布咯，放米堆咯。米啊，五穀豐收啊，有得溫飽。做嘢啦，吉祥，討個喜頭，辟邪。以上成塊戲劇嘅空間，就前係向堂兩邊嚟發展，不論係堂或者係房間，屠戶嘅村民除了係通風之外，就前起嚟防禦嘅功能。不只是中對稱，你看它。對稱到整個都是方的，不只是寬長，連高度都是方的。你看，都是方的，整個東西是方的，非常對稱。然後左邊有一個走廊，右邊也有一個走廊，然後都是房間，它都非常對稱。然後前面是小房，後面是大房，大房是主人房。它向着裡面的口是大的，可是對着外面的口是小的，增加它的防禦性。就是對開出去的口是很小的。然後進來以後會放寬，它空氣就比較流通得快。然後上面你看它的牆，它抹了洋灰，可是你還可以看到它的土質的牆還在裡頭。然後接下來你會看到，
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为了提升生活的品质，会越来越现代化。虽然时代进步，土服淳朴嘅外表下，也慢慢地有了变化。现代化嘅家具，尽管现代啲突出，但係確實也提高了土服地配度嘅生活品質。原来这个房间也像前面的一样，可是现在你看，现代化，生活品质提高。不过他的小孩跟我说，这里面还是土墙，他只是抹洋灰上去，然后地上铺了那个 mosaic， 就是那个地砖。当然生活会舒服一点，这样。原来就是小小的房间，像这样子的2个小房间。可能我们下一次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看不到土墙了。可能就是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他就糊了洋灰在土墙的外面。对他们来说，可能这是一种环境的提升。比如说刚才你看到那旁边的那个房子也被提升了环境。我们不是住在里面的人，可能我们只会觉得痛心。可是你如果是住在里面的话，你想法会不一样。所以我是想，是不是有能力的人能够帮忙保存一下这样子，不然以后下一次我们来，我们就像另外一间房子这样，我们只看到洋灰，整间屋子是洋灰的，他不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里面就是有你客家的土墙在里面。現代化嘅改變冇辦法避免，長期記錄馬六甲客家土服嘅賴必清看在眼度，心中係充滿了唔盼的。雖然佢採訪次數嘅增加，這幅嘅圖像一面有一面嘅感受。縣中日報記者賴必清冇辦法唔記得佢貼擺行業土服嘅心情。那個感覺比較不強，這個感覺很強，我一進來就幾乎要掉眼淚啊！我第一次來哦，看到呢位嘅客家嘅呢個土樓哦，我先會呢個馬六甲客家公會來講啊，嘅主席來講啊，會長來講，我認為啊，呢個係自從啊呢個就係你嘅土樓咧，可以講啊，可以代表我哋客家人嘅精神。就係也可以啊，就能夠本按自家客家人咧，能夠知道按早期按嘅客家人來馬六甲嘅呢個歷史嘅跟進，所以講啊，係講藝師會啊，藝師希望咧，按嘅馬六甲客家公會咧，能夠嘅話，能夠嘅話，或者係兩樣，或者係按種按呢個客家土樓咧。保存起來做隻文化嘅文化館，佢代表馬六甲嘅客家人嘅一個歷史嘅跟進，即係土服嘅面貌非常做得歡迎，但係土服地配度客家人嘅面孔也在不知不覺當中改變。因為它這個環境的關係，它附近都是圓丘，那麼印度人圓丘裡面很多印度人，那麼他比如說他這裡有一個孩子就跟印度的女孩子結婚了，然後他現在下一代，因為他父親是華人，所以他還有華人的名字，然後基本上整個環境還是華人的環境，所以他會去讀華語，他們會送他去讀華語，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臉孔已經有印度人的樣子，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現任下屬公會會長劉伯謙，其實係為經過刻苦奮鬥而成功嘅企業領頭人。佢帶領定公會同馬來西亞馬六甲各嘅同鄉會館，宣揚客家精神。各嘅會館熱心參與節慶遊行活動，讓馬六甲嘅世界一下可以嚟鬧熱起來。
客家人向前行，为马六甲写历史。广告之後，繼續明介紹。新年1948年，劉伯雄嘅阿爸在馬來西亞嘅馬六甲開了一間傳統藥材行。經過了半個世紀嘅努力，劉伯雄攞佢5個兄弟合力將藥材行成功嘅轉型為現代化嘅醫藥保健企業集團。我對我阿爸嚟講嘅話，我感覺到佢本係中年嘅一個道理，就係講我哋在社會上由阿爸幾時好辛苦創業到今下，佢就係有兩隻好使到我今下我中年嘅種子，就係講就係我用到做生意買東西，我用到信用嘅兩隻字。就係阿爸咧，做藥材店嘅時候真係好辛苦。嗰時候因為我就由南洋過來馬來西亞。唔係我帶到好多，唔係講帶到有本錢，或者要買東西來投資，係用所以講係用一隻拍手興價嘅來去做你嘅行業。係講當時阿爸係講唔係要你隻信用對顧客嘅信用來講嘅話，或者係供應商嘅信用咧，我哋見下冇經驗。所以講阿爸兩頭我哋在藥材店，雖然做得好辛苦多。不過佢都好像我哋所講嘅一句話就講，一經驗好像我炒菜，我做買東西係我要就鑊咧，就係講經驗阿爸咧，在就係講藥材店就係個藥房咧，做到很辛苦不過佢嘅辛苦冇發揮到心機。在公務上到無限地位度，劉伯雄還記得而來獻身客家嘅社會工作和文化教育。佢所組織嘅馬六甲客屬公會之下，還有一道客家同鄉會分別組成嘅客家會館。而劉伯雄期間就係茶陽會館嘅會長。我哋當時喺茶陽會館來到呢位做呢隻會館咧，就係為我哋嘅就係講我哋嘅同鄉苗福利，還有本同鄉有隻落腳嘅地方，因為我哋由你嘅南下，就係講我哋嘅太埔嘅會落來係為嚟幾時係好強係為嚟前奏成法，所以講當時來就學阿爸一樣，就會靠褲條帶就一啲嘅水腳，就幾傾三股就來到呢位嘅。所以講嘅時候我哋嘅茶陽會館能夠有197周年嘅歷史就係嘅時候就係我哋嘅時候就係講協視我哋嘅同鄉，好像我覺得來到嘅時候冇地方住，就機會就本叫做落腳休息嘅地方嚟嘅。茶陽會館成立將近有200年，來自太埔故鄉嘅客家人緬懷祖先開拓嘅艱辛同創業嘅精神，為今本嘅馬六甲客家子民奠定了穩固嘅基礎。故所創建了會館，為同鄉來謀求福利，回饋客家子弟嘅成就。會館地背度掛滿嘅匾額，有到啲人口咧，呢度就正係會館成員所見證，足見客家人對於會館嘅支持。會館平常時也負責舉辦各項嘅文化推廣活動，無論係頭擺嘅歡喜，或者係兩下嘅舞龍表演，以此造成聯繫客家人嘅情感。根據人哋嘅記錄呢，即係漢字註冊1964年，就有有長度達成了1位堂嘅先生，就嚟搞緊啲嘅會館就扮演嚟漢劇就漢劇根據嚟啲嘅就會有嗱呢個創藝講啦漢劇組。所以漢劇就會在
我知道那除了我们要求的表演啊，就会唱你的我的汉剧，就那个戏剧是吧？啊，那么除了之外呢，会馆也有你的很多舞龙队了，啊，龙狮队啊，打龙的啦。节庆采用非馆嘅舞龙吹、老锣鼓吹，在游行当中体现成熟，数年唔数称。各个非馆派出嘅游行队伍，展现佢哋平常时练习嘅成果，同时也表现嚟各个非馆推动客家文化所呈现嘅形象。不少游行队伍今天会注意睇。这位马六甲拍手工会会长刘伯群希望见到各位非馆嘅蓬勃发展，其实佢心目中还有更长远嘅目标。我本身我感覺到我嘅本身我覺到我對自己客家人我在馬來西亞人口我唔係講好多，所以講我嘅認為咧，能夠嘅話，俺自家就唔好再去分散俺嘅力量，即係團嘅力量，即係講俺自家係茶陽人啊、徽州人啊、煙火人啊。或者係其他嘅，我同意到啊，我都能夠就講啊，就係講自家就係客家人。樣邊咧，我哋日後啊做乜嘅發通都好，要我哋客家大家一下來做，就用客家嘅名字來去你嘅發通。啊，樣落去就促進咧，就大家係認為自己係客家人，唔係屬於一個上團嘅或者係嘅人啊。啊，樣落去樣嘅客家嘅咧，就會慢慢咧。就會團結一下啦，係用喺講我哋就由小團結咧，就講馬六甲嘅喺講我能夠能夠發動到啊，將來咧對其他嘅，好像我哋嘅其他嘅野線嘅客家公會啊，巴丹馬六甲嘅客家公會啊，要聯合來，就係嘅太團結，就係促進落去嘅危抗認為咧，啲客家人咧，將來咧就會促進咧，就朝向個太團結嘅地步去嘅。各個會館唔但聯繫同鄉親人，從事嘅會員們還樂見建議、研修嚟冒險，完裝等推為馬六甲付出嘅客家人。冒險地背度除了建人嘅總鋪之外，另外還設有公祠。為了令祭拜親人之前，一定要先到公祠去燒香。當初開始的時候，華人比較少，所以我們就都站在三寶山。可是後來慢慢人口越來越多之後，這個三寶山也地方越來越少之後，就各個屬會、各個鄉會，他們必須為他們自己的鄉人服務。那麼這種服務是必然的，所以就大家就自己籌錢，自己的族人籌錢，籌了就買這些山來安葬自己的族人。所以我們有永春山、永春山、海南山，這是茶陽山，我們客家人其中一個山。為什麼叫義山呢？義山，這些都是義務工作嘛，就是為鄉人服務嘛，所以叫義山。比如說我們來這個山，我們要拜嘛，拜的時候我們需要先拜山神啊，什麼這樣子，所以都會有一個祠。這個祠就是你來這個山拜之前，你要進去先拜，拜整個山的那個神，然後你才進去拜你自己的祖先之類的。啊，然後這個水井就是你總有要用水的時候，在那時候沒有自來水，就打一個水井啊。對土地嘅尊敬係客家人在不斷遷徙向外開拓之下產生嘅信仰。祖先嘅人民來到所謂嘅繁忙嘅土地，係你對大自然發展崇敬嘅心。土地公啊，這是我們這裡叫拿督公。拿督公的意思就是我們來到南洋的華人，到了異鄉，你就要拜當地的土地神，這就是當地的土地神。我們甚至有那種土地的牌匾，上面是寫着番邦土地。不過大部分我們都是一般我們叫路邊拜啊，就是叫土地公。所以在這種地方，當然免不了一定要拜。一般上我們的華人傳統，馬來西亞的華人傳統的墳墓旁邊都會有一個土地神，
我们放后土或者是福神，可是这很奇怪，他放龙神，他的后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放龙神，只能够说，相信跟他们这个墓地的风水有关系，这样子。然后这个墓主李月慈是这座茶阳山的捐赠人，捐这座山给我们茶阳人有一个葬身之地。马六甲嘅客家人繼承嚟顯著嘅家業，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帶嚟變成嚟新一代馬六甲客家人嘅故鄉。馬六甲當年嘅種族是在新一代嘅客家人面臨嚟客家化失傳嘅危機。為了延續文化，客家人將從老嘅製作嚟做起，按不同嘅家人發揮，用老嘅要嚟新嘅風貌。客家人向前行，為馬六甲寫歷史廣告之後為你介紹。馬六甲融合了一道種族強下成法，不同嘅種族有不同嘅信仰。有時間，一條街路上就嚟看到其他種宗教儀式同時進行，所以客家人嘅寺廟就在安尼嘅環境底下延續得香火。市區嘅一條街巷帶嚟一道馬來人老華語嘅混血兒，坦講佢哋完全唔曉講華語，但係屋企嘅擺設係能遵守華語嘅習慣。其實在我們這裡因為我們很多民族。各種族都有，然後尤其馬六甲經過很多不同的統治者，有歐洲的、有英國的、葡萄牙的、荷蘭的，所以我們還有印度人，我們身邊還有印度人、馬來人，所以你說我們要特地去認回我們客家的族群哦，我覺得好像還不到這個細緻的地步。我們即使認為我們華人，有時都不容易。我們還有娘娘爸爸，還有基地，然後還有一些不會講華語的華人，所以其實華人的面貌已經很泛了，在我們這裡，你能夠認回你華人，然後你覺得你是傳統的華人，已經很不容易，你還要認為你是客家人啊，那就更難。然後不過我覺得，真的你有時間或者可能要到了某一個年紀，你再好像我這樣子去做回一種尋根，不只是尋根，就是尋你是客家人這樣的一個特質的時候。我想，如果可以的話，還是不妨做一下，因為會讓你更確定你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在客家族群嘅容貌改變之前，客家話嘅傳承就先受到嚟考驗。我哋嘅客家嘅文化，呢個客家嘅語言呢，有可能會斷層了。喺乜嘅理由呢？因為我哋見到就好像有卡傳譜，我見到目前哦。都係講華語啊，對你嘅自家嘅字眼，所以講喺講自家客家人咯，唔係講唔可以再上集噴發咯，來去啊，將來要演繹咯，嗌到嘅客家嘅就係講個客家話咧，會慢慢嘅就會會本土汰平啦，所以講我將來咧有可能啊，嗌到就好像學到西方嘅言語樣啊。點名啊，好像講嘅羅拔啊、查理啊咁樣嘅情況啊，所以講我哋見下就愛上噴發咯，要按客家公會可能要唔係噴發咯，適當我哋嚟嘅後生嘅嚟嘅我哋嘅客家話後生人咧年輕嘅一塊咧能夠延續，即係延續嘅我哋嘅客家話咧唔會本地斷層係啊，哦，所以講希望就係咁，好。想到以老爺嘅故事，證明市裡所留下來嘅荷蘭嘅牆木又鬧熱，異國風情嘅建築吸引嚟觀光客。
身为马来西亚文化艺术以及旅游部副部长嘅胡阿橋也呼籲愛重建老街嘅生命力。在馬六甲啊，有好多好古老嘅店鋪，還有會館，社會嘅組織，也都要保留落來。政府也有就特別嘅歷史文物嘅法令來保護也都古老嘅店鋪、古老嘅建築物。也就係政府奠定嘅係歷史嘅文物嚟講，政府會去保護，唔做得隨便去改裝。而家改裝嘅外表，先至改裝要得到政府嘅批准才做得咧。所以私人嘅咁咪應該自治也好，地方自治也好，會館以及政府啊，佢哋都要採取行動，保留人哋文物，確保佢嘅文物保留佢嘅原來嘅面貌。馬六甲要重新前轉老街嘅法律，就需要後生人嘅參與。雖然建築外觀係保持古典嘅形式，但係無論係內部嘅裝潢，或者係經營方式，都只愛符合後生人嘅需求。就連茶用會館也變成了後生朋友練習舞蹈嘅所在。其他地方，比如講馬六甲，應該村嘅地方啊，幾名很多馬六甲幾重旅遊文化坊，一條街希望很多幾重街啊，政府就特別保留。愛呈現嘅係古老嘅馬六甲嘅文化面貌，所以應該看一條街啊嘛，嘢屋都係十分老嘅、十分舊嘅。政府而內部嘅裝修可能會現代化，但係佢出背嘅面貌啊，係保留原來嘅面貌。也盡量提佢背嘅復興，以便做到吸引遊客來入圍。那麼除了呢條之外呢？像吉隆坡嘅雌松街，邊上有好多老嘅街頭，政府都保留嘅建築物，以便會吸引遊客，也同時發展成為咗遊客嘅中心，也不時有文化演出啊，文化嘅活動嚟吸引。一場名為文化坊嘉年華會嘅活動，鬧熱嘅亦開嚟老街重建嘅希望。舞台蛋糕嘅演出吸引嚟南五老少歡喜搶客。老街擺出嚟一道傳統嘅小食，從扛棒就做嚟看得出地方色彩，就連台灣夜市知名嘅派煙廠也在兩人出現。頭嘅老街在人權同燈火嘅點綴之下，將係場配野上。橋遊嘅行業非係冇符合時代潮流，但係後生人所帶來嘅歡笑，讓馬來西亞嘅馬六甲老街有嚟新嘅希望，讓後生一批有機會仔細嘅欣賞老街重生嘅魅力。馬六甲客家青年男嘅婚禮，即使係坐在西洋嘅帕莎老石圍路，還係去到古老嘅青雲田來搶求觀音廟為愛情做見證。客家人向前行，為馬六甲寫歷史廣告之後永結束。寶山田地北度창佛嘅塑像當威風，佢熱切係馬六甲客家人心目當中嘅英雄。客家人嘅祖先老창佛供養，透過嚟黑暗無邊嘅大海，嚟到嚟馬六甲，你係佢哋永遠演繹榮耀嘅氣魄。客
客家人是因为常迁移，所以叫客家人嘛，整天都是去别人的地方做客。那我父亲从中国来，他来到这里之后也去换了很多个地方，最后把我们放在马六甲。我在马六甲长大，然后我父亲在吉隆坡做生意，然后我自己长大了，我也离开马六甲到其他的地方。我家里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是离开马六甲去其他的地方。有时我怀疑是不是一种客家人的因子还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或者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会觉得好像迁移是我们本来就会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历史或者血缘留下给我们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族群的人也会这样子。可是我做到这一段的话，我会觉得啊，原来我客家人是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离开家乡，马六甲一个时候，现在我回来，我觉得也许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这样漂移，因为我们刚刚比如说我父亲到我这一代，我们这种漂移的过程，那种感觉就环境都还不是这样稳定。可是我觉得到我下一代，他们应该更稳定，他们不需要会不知不觉或者是怎么样，为了一些读书啊、做生意啊之类的，需要好像有一点无可奈何的要离开家乡这样子。因为对我来说，我们的下一代他的家乡就在马六甲这片土地上面。客家精神啊，其中一個精神就係敢於開拓、敢於創新，所以香港應該顯現來馬來亞開放今日嘅好多城市，比如講在吉隆坡，就係應該客家顯現入馬來開發嘅，呢種精神係客家精神。在新業態嚟講，應該係繼續鼓勵人嘅精神，因為新業態精神。也鼓勵馬來西亞華人要包括客家人去創業，尤其去國外打開國外市場，包括創新好多，無論是喺在各經濟領域嘅佢經濟領域嘅創新，也都係符合客家精神嘅，所以客家精神係好少比較推崇嘅精神，還有馬來西亞客家自治啊，十分完善，各州嘅客家自治，全國又有客家總會，而家都係大家重視嘅。300年來，馬六甲嘅客家人在清源田嘅北度祈求觀音娘嘅保佑。明朝工商留下來嘅雕刻同彩繪，用一筆一畫記錄嚟佢哋所使用嘅精神寄託。呢下清源田唔但係香火當身，清人男唔結婚嘅時節，也係天為到2人來祈求婚姻圓滿幸福。帶定神明嘅見證，攞前人嘅皮膚，行出清源田，新一代馬六甲客家人愛啲2人，延續客家人根源嘅生命鏈。